大齋期默想系列第25天，4月2日，題目：跟隨拉比耶穌。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。馬太福音28章第19節。咩先係真正嘅作主的門徒呢？耶穌在世時培育門徒嘅方式，同我哋今日所熟知嘅門徒訓練有咩異同呢？故事講述一位傑出嘅陶藝家，崇拜一位遠近馳名嘅日本陶藝大師，渴望成為佢嘅門下弟子。經過一番艱辛嘅求學過程，佢終於如願以償，被收錄門下，內心不禁充滿喜悅，幻想着技藝飛躍嘅情景。呢位西方學生初入門嘅時候，唔知日本入室弟子嘅獨特傳統。弟子們需住喺師傅屋企度，不單單學習技藝，更需要參與日常家務，而且以正確嘅方法進行。大師對呢位學生咁講：你嘅生活同你做嘅嘢係分唔開嘅。你喺日常生活裏面點樣做最微不足道嘅事，呢個方式會喺你做嘅嘢裏面流露出嚟。接落嚟嘅日子裏面，呢位學生被指派煮飯、燒水、挖泥、種田，一連幾個月，師傅從未正式教導陶藝技巧。失望嘅佢返到家鄉，心灰意冷咁坐喺陶輪旁邊，重新開始創作。出乎意料嘅係，當新作出窯時，佢震驚地發現自己嘅技藝竟已潛移默化地升華，內在嘅藝術生命喺不知不覺間蛻變了。耶穌對佢第一批嘅門徒嘅培訓，正係如此。佢挑選12位門徒，日夜同佢哋相處，陪伴佢哋走遍村鎮，傳道醫病，以生命嘅親身示範帶領佢哋認識真理。呢種耳濡目染嘅方式，使門徒從相處中領悟信仰嘅深奧。今日肉身嘅耶穌已經唔喺世上，我哋要點樣跟隨佢嘅腳步呢？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當年嘅門徒能親眼見到耶穌，效法佢嘅言行。我哋如今無法目睹佢嘅身影，又應該點樣學習佢嘅榜樣呢？第二，靈修中有一種方式，係喺心靈中不斷重現耶穌嘅言語同行為，將佢嘅價值觀深深刻入心中。你認為呢種方法對你有效嗎？第三，禱告。主啊，雖然我無法親眼見到你，但感謝你賜下你嘅話語，讓我能夠細細研讀默想。求你賜我智慧，將你嘅教誨深藏心間，成為我嘅指引，使我嘅生命映照出你嘅光輝。阿門。